我哋今次去邊度？我哋今日就出發去清遠玩。眨下眼呢，我哋就嚟到清遠啦。由於呢，我哋就比較多人啦，所以就冇選擇訂酒店，就 book 呢一類型嘅民宿獨立屋。位置呢，就喺清遠嘅喜樂谷度假區附近呢，就係比較出名主打親子嘅喜樂谷溫泉度假酒店。訂呢一類型嘅獨立屋呢，好處呢就價錢會比較平啲啦，而且一班人呢可以一齊玩。而唔好處呢，就係地點會比較偏啲，同埋設施配套會比較少。同埋順帶一提呢，訂呢一類型嘅民宿或者獨立屋都係靠圖片或者視頻去預訂，所以呢，有機會呢相片同埋實物係有相差，所以呢，盡量呢都揀啲比較新啲嘅房屋啦。如果唔係嘅話呢，就有機會會中伏。不過幸好呢，我哋今次揀嘅房間呢，最後呢實物同埋相片呢都相差唔遠，整體呢都算比較新同埋乾淨，起碼呢唔會見到有啲小昆蟲出現喺間屋裏面。打開門窗櫃呢，都會有幾隻蚊飛咗間屋度嘅，不過呢樣嘢都可以理解。我哋 book 呢一間獨立屋呢，係有3層高，有一個好大嘅花園啦，同埋泳池，而且呢，有一個獨立嘅 KTV 房間，有7間房，而且有6間呢都係有套廁可以浸浴，所以呢，整體嚟講都幾滿意。跟住就俾大家對比下照片同埋實物嘅分別啦。另外順帶一提呢，通常去嘅交通方法就係坐旅遊巴、高鐵或者自駕去。不過呢，因為我哋今次比較人多啦，所以就 book 咗一架18座嘅旅遊車。除翻開每個大人嘅價錢呢係比較平啲，仲抵過買高鐵飛，而且時間上比較容易遷就，而且帶住小朋友去呢，唔使坐完高鐵之後再轉車，比較方便。感覺自己包一架車呢，好似成個小型旅行團咁。我好期待嗰度係點樣㗎。喺民宿休息完玩完一陣之後，我哋呢就步行去到喜樂谷嘅北野山谷廟會。喺民宿步行過去呢，大約就係5分鐘。一嚟到呢，就已經見到成個裝修環境呢，古色古香。去到嘅時候呢，我哋先現場買門票，入到去呢，明顯感受到呢，成個現場環境氣氛呢非常之熱鬧。現場呢，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廟會入邊嘅自助餐呢，其實係同珠海御溫泉嘅廟會形式咧係類同，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嘢食，營造一個古風嘅小食街。不過我覺得呢，有對比呢就有分別，感覺呢，清遠喜樂谷嘅廟會呢，場地冇咁大，嘢食種類呢亦都冇咁多，而且整體食物味道方面呢，有啲呢感覺還好，有啲呢就真係唔係太好食，整體上呢都比較一般，純粹係氣氛上面搭夠。感覺上去到清遠玩，而且又住喺附近，去體驗一下都無妨嘅。謝謝。對了，王李總，感謝大家的配合和理解。我們的人類文明剛開始的時候也是源自於一把火，對不對？那今天晚上，好，來了，來，準備。食飽又睇完表演之後呢，小朋友呢就開始係咁玩啲攤位遊戲啦。現場呢都差不多有10個唔同種類嘅小型攤位遊戲。如果係住客嘅話呢，本身呢就係有包銀票去玩攤位遊戲。如果好似我哋咁現場先買門票或者唔夠呢個銀兩去玩攤位遊戲嘅話呢，每個攤位遊戲旁邊呢都有個二維碼可以俾你掃，咁樣呢，現場俾錢嘅話呢就可以即刻玩。攤位遊戲呢基本上呢2蚊就玩到一鋪，不過如果好似呢啲射槍嘅話呢，就唔可以用銀票去玩，要另外俾錢。好勁啊！確定了，我現在確定槍是準的嗎？槍管的是不準嗎？哦，他厲害。最後鐘聲響起完結嘅信號，第1日嘅活動就去到呢度啦。